协会首叶平辉、郑淑燕、田书秀、林武、梁潭市、知名手通知蔡国王傅英顺、田同秀福成足球场陈壮平、赵在手何田企业股份有限公司陈条。这部诚心第二口下声音，以求咱韩国人大天府大哥哥和国庆城期安路线大秀圆满成功，保护国家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咱的办证到这完满，咱准备进行传统体育演唱，多谢多谢。